我們一開始來看一件不幸的車禍，這是苗栗第三線所發生。你看這烏色的車，伊要向前行，右讓頭前滑頭的這台，伊個起行的時陣無注意到，伊正面一台奧多麥從安尼衝過來，將這個騎奧多麥老先生弄到佇塗骹，就是75歲老先生騎奧多麥，弄佇塗骹了，送去病院不幸死亡。烏色的轎車佇青陽頂口，但對向的車攏越過，真無簡單，等甲無車。不過這個時陣也已經變紅燈，駕駛煞無注意，直接打響門要過車路，結果會弄到正面車頂直行的機車騎士，騎士連人帶車倒佇塗骹，騎士閣互轎車的輪仔搞過。救護車趕到現場，騎士倒佇塗骹，頭殼流正濟血。現場緊急甲做 CPR 搶救。我就看到救護車啦，在做 CPR。非常嚴重，非常嚴重，有地上一灘血這樣子的。車禍都發生在彰中道苗栗第三線甲苗62線，現場有5位路口，其中3個有青紅燈。當時70歲駕駛要直行過車路，無注意到已經變紅燈就駛行，撞去弄到正面車頂直行75歲騎士。劉男身受重傷，失去意識，經緊急送醫後宣告不治。雙方檢驗無酒精反應。警方初步檢驗，雙方攏無啉燒酒。賽車70歲的駕駛技術無注意到變燈，所以涉嫌衝紅燈肇事。相關的責任，警方也正在調查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